第95集，常年期第11主日。各位 2AC 澳洲華人電台嘅聽眾，歡迎各位收聽主日聖經。天主教主日聖經分為甲、乙、丙3年，呢一輯係甲年。節目分為上下兩部分，上半部分係誦讀新舊約聖經章節，部分章節會以口語嘅方式為大家講述。今日節目嘅下半部分係會講一個聖人嘅故事。呢位聖人就係聖額我略。聖額我略除咗慈悲為懷之外，佢仲係一位音樂才華超卓嘅教宗。佢有每日宴請窮人嘅習慣，有一日甚至耶穌都嚟參加佢為窮人擺設嘅餐宴。請大家留意收聽佢嘅事蹟啦。今日嘅第一篇讀經係選自出谷紀。天主召會梅瑟，對梅瑟話：你哋為我應成為司祭嘅國家，聖潔嘅國民。恭讀出谷紀19章2到6節。那時候，以色列子民從勒非丁起程，來到西奈曠野，就在曠野裏紮營。以色列人在那座山前紮營。梅瑟上到天主前，上主從山上召會梅瑟說：你要這樣告訴雅各伯家，訓示以色列子民說：你們親自見了我，怎樣對待了埃及人，又怎樣好似老鷹，將你們背在翅膀上，將你們帶出來歸屬我。現在你們如果真的聽從我的話，遵守我的盟約，你們在萬民中將成為我的特殊產業。的確，普世全屬於我，但你們為我應成為司祭的國家，聖潔的國民。上主的話。答唱詠。普世大地，請向上主歡呼，要興高采烈地侍奉上主，走到上主面前應該歡呼。我們是天主的子民，是他牧場的羊群。你們應該明認雅威就是天主，他造成了我們非他莫屬，是他的子民，是他牧場的羊群。我們是天主的子民，是他牧場的羊群。因為上主良善寬仁，他的慈愛直到永恆，他的信實世世常存。今日嘅第二篇讀經係選自聖保祿宗徒嘅書信。書信中話：假如我哋因着佢聖子嘅死得與天主和好，係咁，我哋一定更要因着佢嘅生命而得救啦。恭讀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第5章6到11節。弟兄姊妹們，當我們還在軟弱的時候，基督就在指定的時期為不虔敬的人死了。為義人死是罕有的事，為善人或許有敢死的。但是基督在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，就為我們死了。這證明了天主怎樣愛我們。現在我們既因他的血而成義，我們更要藉着他脫免天主的義怒。因為
如果我們還作為仇敵的時候，因着他聖子的死，得與天主和好了，那麼在和好之後，我們一定要因着他的生命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們現在既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獲得了和好，也必藉着他而歡躍於天主。上主的話。福音前歡呼。阿利路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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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利路亞。今日嘅福音記述咗耶穌將佢嘅12個門徒叫嚟，派遣佢哋出去。恭讀聖馬竇福音第9章36節到第10章8節。嗰個時候，耶穌一見到群眾，就對佢哋動咗慈心，因為佢哋困苦流離，好似冇牧人嘅羊。於是耶穌對自己嘅門徒話：莊稼多，工人少，所以你哋應當求莊稼嘅主人派遣工人嚟收割佢嘅莊稼。耶穌將佢嘅12門徒叫嚟，授予佢哋制服邪魔嘅權柄，可以驅逐邪魔，醫治各種病症、各種疾苦。呢度係12個門徒嘅名字。第一個係稱為伯多祿嘅西滿，同佢嘅兄弟安德肋，載伯德嘅兒子雅各伯，同佢嘅弟弟若望，斐理伯同巴爾多祿茂，多默同稅吏瑪竇，阿耳斐嘅兒子雅各伯同達陡，熱誠者西滿，同負賣耶穌嘅猶達斯伊斯加略。耶穌派遣呢12人，囑咐佢哋話：外邦人的路你們不要走，撒瑪黎雅人的城你們不要進。你們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了的羊那裏去。你們在路上應宣講說：天國臨近了。病人你們要治好，死人你們要復活，麻風病人你們要潔淨，魔鬼你們要驅逐。你們白白得來的，也要白白分施。上主的話。聖人故事之聖額我略。聖額我略教宗聖師，拉丁4大聖師之一嘅聖額我略，無論喺事業、功德、學問方面，都在出人頭地。聖教會尊之為偉大嘅教宗，但佢就自謙為天主眾僕之僕。佢聲名顯赫，標炳於聖教史冊。額我略歌詠唔單止揚起咗普世聖教會嘅讚頌之聲，亦揭開咗全球音樂界輝煌嘅一頁。佢嘅身世亦好似佢聲名一樣燦爛耀目，世俗尊榮，天上財富都能榮宗耀祖，光耀門楣。祖父曾經拋棄高官厚祿，領受鐸品，榮升教宗。佢2位姑姑名列聖籍，佢哋就係聖女達爾希納同耶美尼亞納。瞻禮係喺12月22日。佢父親葛提安曾貴為羅馬總督，但亦都掛冠而去求取鐸品，仲榮升為羅馬7樞機之一。聖額我略生於公元540年，高貴嘅世系，聰慧嘅根苗，智齡廷訓，少長從師。佢唔單止能夠承紹箕裘，而且更克承祖母。青年時代嘅聖額我略就已經頭角崢嶸，出任羅馬行政長官。皎皎嘅姿態成為顯貴中嘅翹楚。有邊個唔羨慕呢位羅馬名門嘅超子賢孫呢？但係佢就更具有天上嘅睿智。
佢知道唔應該只喺世俗上效法先祖先父，更加應該喺天上神國中大顯身手。佢嘅父母逝世之後，聖人懇辭官職，丁憂獨居，作沉靜嘅神修思考。第二年，佢毅然決定擺脫一切，同祖父父親如出一轍，獲得咗鐸品。不過，佢更為徹底咁將家產進行變賣，捐建咗7座修院。聖人喺公元577年加入本篤會，佢隱修於自己所捐建嘅安德勒院。佢除咗默想祈禱之外，仲時時出外訪問貧困疾病嘅人。佢嘅善言慰藉同周濟，使困苦者慎迎平安。就喺呢段期間，佢第一次睇見護守教宗嘅天神借形顯現，有一個外表苦寒、不可言狀嘅人向佢懇求哀經。佢盡其所能協助，但係都覺得唔能夠應其所急。佢焦急思考咗好耐，終於諗起佢僅存嘅一隻銀盤。相贈之後，心情快慰。當時佢只係覺得呢個人神態不俗而已。永恆天國之道嘅德風義範，早已有聖人嘅美稱。冇幾耐就被擢升為羅馬嘅樞機主教，成為父親嘅繼任人之一。未幾又奉命出使拜占庭，駐節君士坦丁堡6年咁耐。喺在任期間，佢結識咗西班牙嘅聖良德祿主教，瞻禮係喺2月27日。聖人處事綱紀嚴明，全心仁厚。從以下呢件事蹟可見一斑。喺佢請准返修院靜修期間，有位隱修士死咗，喺佢屍體上有錢幣3枚。聖人嚴肅下令將屍體棄置院外，所遺留嘅錢幣就放喺屍旁，作為俾人收埋屍體嘅費用。佢唔容許金錢破壞咗院中貧窮嘅清規。佢話：生前不與弟兄同心，死後不能與之同悅。佢冷酷咩？唔係，被佢棄置嘅只係會腐敗嘅身體，不朽不散嘅亡靈，卻因為佢所獻嘅30台安魂彌撒，至今稱為額我略彌撒而得救。知恩嘅靈魂顯現俾佢，感激不已。公元590年，時任教宗貝拉奇二世嘅秘書聖額我略繼承咗聖伯多祿嘅寶座。當時正值瘟疫大作，新教宗呼籲教友補贖悔罪。舉行聖路加所繪聖母像遊行嘅時候，佢忽然見到總領天神聖彌額爾立於巍峨堡壘之上，正在收劍入鞘。聖教宗知道天主嘅義怒已經平息啦，災疫即將消逝。後來為紀念天神顯現，佢鑄造銅像於其上。歷史上嘅軍事堡壘成為咗以後嘅天神堡，為今日聖經聖蹟之一。距離梵蒂岡大約1華里。艱巨嘅任務正在等待聖人嘅開展。危難重重，如果唔係偉大嘅舵手，又點能夠使聖伯多祿嘅船喺險象重生中安然無恙呢？饑饉之後，外敵入侵，教會紛爭，佢嘅活動能力同手腕表現出無比嘅睿智，極度嘅卓越。佢完成咗禮儀嘅整理工作，特殊形式嘅歌詠通行後世。佢嘅歌詠唔似分節音樂咁呆板，以強弱嘅音調表現出波浪起伏嘅自然節奏，搖具風味。佢整頓咗聖教內部嘅紀律，擊敗咗當時嘅異端，感化咗隆巴地嘅蠻族，嚴正咁申斥君士坦丁堡皇帝干擾聖教神權嘅勃勃野心。本篤會嘅發展得到佢嘅推動而弘揚。佢派遣傳教士到英國宣揚福音，加強同法蘭克同西哥德族嘅聯絡。喺高盧、北非、達爾馬蒂亞、西西里同撒丁等處得到豐富嘅收穫，使聖伯多祿嘅基業更形鞏固。佢以首席資格參與當時嘅政治會議，對於救災率嚟嘅工作
更加係不遺餘力，因此佢亦獲得災民救星嘅稱號。清苦嘅生活，操守嚴厲，終其一生無不迎神兼勞。佢所遺留嘅著作包羅豐富，舉凡信德修養、道德訓勉、聖經闡釋，無不兼容並蓄。眾聖師中亦幾無出其右者。聖教宗擔心竭力弘揚主業，天主亦喺人世上顯揚佢。以下所記嘅聖蹟僅為其中嘅一二。喺聖人主祭嘅彌撒中，一個婦女喺教友領聖體嘅時候，突然啞然失笑。聖人責問佢嘅原因，女人答話：我做嘅麵餅竟被稱為耶穌聖體，因此覺得好笑。聖人痛心咁返到祭台，祈求天主光照愚頑，又由聖爵恭領聖體放喺九節簿上，轉身以目光暗示教眾。信友都驚訝萬分，肅然凝神。原來佢哋見到一個容光燦爛嘅小孩子。呢個漁婦幾咁幸運，竟然能享見聖蹟，開啟咗佢嘅茅塞。聖人有每日邀請12個窮人同餐嘅習慣。有一日，佢發覺佢席上有一個貧窮嘅賓客，表面貧寒嘅容顏隱含異彩。第二日，耶穌顯現同佢講：因為你時常招待我嘅肢體，所以尋日我都嚟參加你嘅盛宴。又有一日，賓客已經坐定，佢發覺比平時多咗一個客人，佢就靜靜叫僕人嚟問：何以破咗慣例，請咗13個人呢？但喺僕人眼中，數嚟數去都係12個人。聖人就冇再講乜嘢啦。佢由煥發嘅容光中辨認出邊個係不速之客。謙抑咁向佢請教嘅時候，先知道佢係同佢有一面之緣，向佢求哀經嘅人，竟然係宗族嘅護守天使。偉大嘅教宗，睿智嘅聖人，完成咗天主俾佢嘅使命。天主為佢準備好就海歸來嘅位置。佢除咗復命之外，更要進一步了卻心願，還愛天主於天上。喺公元604年，聖人安息主懷。各位聽眾朋友，今日嘅主日聖經同聖人故事已經播完啦，好多謝各位收聽，我哋下次節目時間再會啦。